送出去。天上搞炸。天上搞炸，来，咱咱顶一回读到3月初7，即个1656年3月初7，举办即个地方会议吼，读到末到第落山吼，好啦，继续来甲读落吼。今仔日应该使读了啦吼，但是后壁佫一篇南区地方会议吼，今仔日要读个超过3月初9，可能较难。对 Emroy 有 Lamara 和 Larorigan 来出席，因去年也有来出席，因为因的良好表现，甲因嘉奖勉励因来继续努力，之后拢互因继续留任。对 Clint Tagobolan 是塔巴金来出席，互伊卸任。对 Glut Tagobolan 伊佫称做马瓜罗旺来出席的是拉波加尔、拉布、拉加诺和拉贝瑞昂。例外是有一个拉布，伊好像名拢差不多啦。伊因为病无来吼，破病无来，即寡人全部拢互因卸任。又佫因为即寡人又佫要求第5个头目吼来管理第5个青年集会所。因此任命logo 做第5个长老。集会所下底有注口，看卖是啥物意思？集会所讲是叫做 Glut 甲 Clentagabolan 吼，原本是属于布嫩吼布农族啦吼布嫩。番社子大约是伫即嘛嘉义县阿里山乡境内，环境所以说咧境内吼，他在境内变掉。另外一个叫做 Kova， 拄则都无讲到这吼，就是讲是祖族大社青年集会所的库吧，这库吧是啥？看无？好啦，继续读落啦。对欧翁啦吼，旧名叫做翁吼，又佫称做班加朗，拉马拉瓦拉。伊名叫做纳马拉瓦拉吼，因为破病无来，但是派伊的副手来出席，根据阮所会当调查到的，伊迄个病可能是真轻的病，因此就赠送一匹棉布互即个副手，因为伊惊即逝吼，并且命令伊转去爱甲长老拉马拉甲讲，以后伊必须要亲自来出席，所以搁再互伊再一次搁互伊卸任。迪波拉又佫称做西波拉，米耶罗无来出席。欧隆个性有一个人叫拉索朗代替伊早迄支悬汤来，所以就任命伊来接替伊的兄弟的职位，并且命令伊转去转告沃罗，顶头前写做 VL 吼，共一个人。以后伊也必须要同齐来出席，所以搁再互因卸任。对于阿巴萨是拉索朗来前来出席，搁卸任1年。对于塔波罗昂、拉波索朗，因为破病无来，派伊的副手来，虽然有需要互伊卸任。伫基林案，拉马罗个性。拉巴索人代替伊前来出席，所以就认可伊接任长老，并且赠送伊一匹棉布甲一包薰草。对于他人拉索人和无拢前来出席，但是无拢对啊写共一个名，
因为破病无来，伊写头前写伊前来出后壁写讲伊破病无来，两人拢互伊煞啉，并且赠送因每一个人一包薰草甲一匹棉布，因为因伫咧规个场合表现甲真热心，也真辛苦。对干仔母安盖前来出席，阮命令伊要继续依持做军。含一个古鲁塔加波人的人建立的和平的友谊，搁再一次互伊煞啉，并且赠送伊一匹棉布甲一包薰草。伫塔拉广，即个村社分做两个部分，就是旺哥沃嘎甲达利亚塔马鲁罗。拉托林前来出席，但是老拉乌特尔无来。而且伊也被指责做代志毋情愿，因此任命伊的副手名叫做老巴来接续伊的职位。因为考虑到因路长真远，前来出席，所以赠送因每一个人一匹棉布甲一包薰草。对于雷旺、拉萨勒前来出席，但是拉朗因为破病无来，这两人拢互伊煞啉。赠送拉萨的一匹棉布甲一包薰草，并且命令伊要顺服。对于李新安、塔某人和塔某因两人拢无来，不过前者捌来到亲接近者的所在，因为受伤，所以才转去。命令伊的副手甲罐汤送来遮。虽然如此，这两人拢互因煞啉，赠送即个副手一匹棉布甲一包薰草。并且命令伊转告迄两个长老，以后拢必须来出席即个地方会议。对马利兹阿戴前来出席，互伊煞啉，因为伊对公司的真侪服务，赠送伊2匹棉布甲2包薰草，也建议伊爱甲伊的人民团结起来。对此，伊答应办理。对陶伊旺。拉夫老爸前来出席，互伊煞啉，并且赠送伊2匹棉布甲2包薰草。对阿索俄罗奥林加前来出席，但是比林俄无来，伊因为无囝，因为伊的某破病而留伫咧厝里。虽然如此，两人拢互伊煞啉，赠送。奥林加两匹棉布甲2包薰草。对卡兰加达某伊因为破病无来，也互伊煞啉。对纽阿萨，就是新的阿萨社无人来。对班加朗 Soup 前来出席，但是塔姆因为脚受伤，甲罐汤送来。两人拢互伊煞啉。Soup 和带塔某的罐汤来的人，每人赠送一匹棉布甲一包薰草。对于阿里托旺，又去称作 Derodica， 塔利和普林两人拢来出席，也拢煞啉，并且各赠送一匹棉布甲一包薰草。对塔利波、塔加巴拉贝雷罗和塔巴巴迪安两人拢来出席，但是塔加罗无来，因为伊老母破病留伫厝里，甲迄个罐汤送来。因三人拢互因煞啉，并且拢各赠送一匹棉布甲一包薰草互因，因为阮定定经过因的村社阮也照塔加巴的要求，阮准一个新仔人去伊遐1年，以便来教因内产。对土库又搁称作教文、焦木、塔贝罗尼亚和塔加巴拉贝两人拢来出席。因两人拢互因留啉，赠送塔贝罗尼亚一匹棉布甲一包薰草，赠送塔加巴一包薰草。对达巴和东道拉
塔巴拉波塔巴伊拜拉巴加科贝雷亚贝雷拉波塞和塔拉贝顿东前来出席，这2、3、4、5个吼，这2个村社邻军，所以合作伙，因的居民也拢带做伙吼。即寡人，即寡长老啦，拢互因刷啉，并且佫赠送1匹面包甲1包薰草。对，我摕遮水吼，哦，水有，我要来摕药啦，主要是要食药。我食明仔载是感恩祭吼，但是应该会当继续读啦吼。那有代志临时无法度，我才通知各位啦。照计划来读吼，照原本的这个课安排的时间来读。好，来对马里干、沙沙里老和塔拉贝迪尔2人拢来出席，2人拢互伊刷啉，照因2人要求，阮村一个新仔人去因2人遐一冬。以便来教因累残，因为因和多巴波达社人中间常常有关系着产地的纠纷，因此命令因爱叫大家去有较侪人大的所在同齐徛起。这2个人阁赠送1匹面包甲1包薰草。对河无人，伊佫称作天美利亚，毋知为虾米每一个所在拢有一个另外一个称呼吼。伊佫称作天美利亚。塔加巴拉贝罗和塔加巴拉比达巴达2人拢来出席，2人拢互因刷啉，而且2人拢佫赠送1匹面包甲1包薰草。对多巴勒波达。达哈利多和塔萨罗马2人拢来出席，也拢互因刷啉，也阁赠送1匹面包甲1包薰草，也将阮甲即个马里干社人关系着产地纠纷的代志甲因讲，也阮阵一个新仔人去因遐一冬来教因累残。对多巴勒巴彦塔波迪亚和塔杰迪罗巴2人拢来出席，也拢互因刷啉，也阁赠送1匹面包甲1包薰草，并且命令因爱顺服。对巴拉贝塔加里斯和巴罗的比索瓦2人拢来出席。这2人因为对指挥的工作难施，所以被责备。因答应会加以改善，所以互伊刷啉。好，过来是梨林地区，梨林啊吼，这个梨林应该就是即卖梨林啊吼，即卖梨林伫咧彰化车啦，我记得是彰化。Excuse me 梨林吼，彰化梨林
西面是风远吼，离林较南北较长啦，东西较矮。啊，风远嘛是，风远看嘛是安尼吼，风远伫挖海边啊吼。所以海边啊，搁较入来就离林搁往东就是啥物这啥物所在？溪湖产木吼，鼻头。南边叫做竹塘吼，竹塘吼，知哦，毋知对安怎发音吼。好，这都离林嘛吼。啊，我想看嘛。火车敢若无经过，火车是经过倒位呢？啊，中华产木电田中啦，迄田中是田中溪湖产木博道沿线园林社头田中吼，所以火车是一直火车是较挖山吼。你若坐火车吼，过一条叫啥物溪？叫台中甲中华交界，这叫啥溪？这条叫啥溪？我都毋知呢。乌溪哦，怪好，或者是过台中到即个彰化市哦，安尼讲啦，过彰化市了后吼，你若坐火车往南，你着看到西边有就是山，你看会着吼。我印象中过足侪种足侪槟榔树啊，你若看这山，拢看会着。啊，山，你若盘过即个山迄边是。就是啥物草屯南投民间咧，我记德山是较南边还是较南边？北边民间德山就爱过即个落水溪，算这山落水溪着这两个山中，这两座山中一空啊，落水溪就对遮流出来吼，啊所以过落水溪边仔个是山啊，就是。半个山就是德山吼，这是坐火车你会经过的吼，啊，就是拄则对彰化，这小站我无啥会记吼，彰化园林吼，田中，过来过头一过即个落水溪了后，叫做林内，这是小站吼。我毋知林内是毋是哪来吼，啊，过来到大站就是豆蜡吼。哦，为什么离林讲到遮啦？所以我较早印象较深的是叫做林内乡吼，哪来吼？毋是离林啦，我一直甲这两个混做伙吼。离林是较离拄则讲的即条山已经较远啊，吼是较外海吼，离林。好，我想起讲，伫海边啊，较早我有时啊，若去南部，我有超工行即个西滨，迄当阵的西滨，即角位啊西滨啦吼，即角位啊西滨，即马即拢高架，拢是足悬的迄个高架道路吼。叫做61号，较早我应该是行17号，迄是平面的。逐驶啊，像王公王公渔港啦吼，迄当阵经过我就会去遐有公行安尼。啊，印象中我去一般是热天啦，我足怀念的着对伊迄种热天伫海边啊，这感觉安尼。好。咱搁继续讨论吼，离林拄则讲吼，彰化啊，落水溪北边遮，较外海边啊遮，这应该就是即卖离林啦吼，无伊袂用即个名吼。古早名叫做荷兰文写做塔加伊斯吼，但是伊拢称做离林吼，汉字写做离林。
好，塔加拉和塔贝塔比杜达两人拢无来出席，因隧道社也拢互因煞啉，也阁赠送2匹面包甲2包薰草，并且劝勉因爱认真，继续认真工作。伫即个杜恰拉又阁称做大嘟吼，大嘟是有汉字，但是我查者大嘟是啥物所在？大岁大忽然吼，迄个嘟字，冲嘟的迄个嘟字。哟，即嘛阁有大嘟字呢？溪湖伫溪湖遮，拄则梨林边啊，我讲就是溪湖嘛，吼。梨林边啊是其实是对北到南有是，就是溪湖、田尾啊、鼻头、竹洞安尼吼。溪湖市镇的西北边吼，即个地名佫伫诶吼，大墩。来，我查一下大墩。好，来台湾原住民族词典大读社哦，落长，我看一下古早地图，伊飘伫大读庄，就是即马溪湖庄的西边啦吼，无毋对，就是即个位啊，无毋对吼。哦，这落长我都袂读啊。塔罗萨和塔达拉有拢来出席大都社吼，这两个人拢来出席，也拢互因煞啉，也阁赠送1匹面包甲1包薰草，也劝勉因爱督促因的社人爱上教堂甲学校。对塔波罗前来出席，但是塔波德里无来。即个人因为行为真歹，而且去骚扰别人吼，已经被政务员撤除长老的职位，所以就任命塔哈拉杰德取代伊的职位，并且劝勉伊爱善尽职守。这两人阁赠送1匹面包甲1包薰草。对托林纳普汉字叫做马吉林啦吼。马吉林，查一下吼，马吉林社。是即嘛福兴乡番社村，吼，彰化县福兴乡番社村，吼，叫做马吉林。看一下地图。伊已经足活鹿港啊，吼，福兴嘛，吼，福兴乡足活鹿港。拄则梨林南平北，这要安怎看？梨林北边就是埔盐，埔盐搁去就是福兴吼。啊，伫咧埔盐福兴中即只，中了就是东边较我东边即只马吉林吼。
好，继续过来。等下我看下马吉林虾，我原住民族属的马吉林虾，小弟巴布萨哦。看日本时代地图。OK， 对马吉林虾哦，塔加古巴西和塔北巴里面两人拢来出色，因为因工作优良，互伊刷啉，并且佫赠送一匹面包甲一包薰草。对于压缩虾吼，塔萨罗啊和塔加来出色，即比因兰西，不过因答应改善了后，拢也是互因刷啉。即个来出色的，你看对中华已经要到台中哈，你看这马吉林要鹿港啊吼，行到台南，即嘛台南安平遐呢，各位啊，叫你行，你要行无哈？互你做长老一支罐汤，互你摕一担，你要行无？对波巴迪恩哈，塔拉贝贝就和塔罗前来出色。所以，互因刷啉，并且佫赠送一匹面包甲一包薰草。各位啊，来，互你对彰化县啊，互你较近就好啦。你将对嘉义行到安平吼，我等下看下几公里，送你一匹面包甲一包薰草，你袂？啊，我看嘉义市到安平差不多几公里啊？直线就好啦，吼，咱莫想迄个，我这英里吼，回去，我等下算个一遍。台南到嘉义，怎可能遮近？我毋是，安尼是5英里，我这是7倍。到嘉义市35英里，差不多，数学吧，开始不要算小就好慢，差不多52公里啦吼，嘉义到安平遮吼，50几公里安尼，超过52啦吼，我大约较了解尔。啊，你若要搁对嘉义搁算到鹿港吼。85、85、40到60，差60公里吼，所以差不多120公里啦吼。你若对对拄则咱讲离林遮，定120公里安尼。好，因来毋是讲，因来毋是讲伫遮，搁互你。甲你招待你，伫遮佫住一暗，第二天再互你逐行转去，毋是呢？暗头仔就甲恁赶走啊！吼，甲你想办法吼。而且这一路吼，各位毋通用即马想讲，迄路拢足好行吼。嘛无桥吼，所有爱过溪，所有这一路所经过的即个，不管是大条、小条溪，拢爱绕溪吼，无可能互你啥物坐船啥是。做迪拜啊咯，应该是拢无。好来，继续讨论哈。对头索巴度、塔加罗、塔杰伊前来出色，互伊刷啉，并且赠送伊一包薰草。对卡加马罗虾哈，塔拉地前来出色，互伊刷啉，并且赠送伊一包薰草。对萨卡里。塔罗贝利无来，旧年嘛无来，毋过也是互伊刷啉，赠送为伊早灌汤来的副手一包薰草。你看，这一包薰草就是你即个行路工尔啦吼。你副手无做啥物代志嘛？你行即逝来，我送你一包薰草吼。对刀萨塔拉姐吼，塔萨加德罗塞和即个托巴塞纳多两人拢来出色，互伊刷啉，并且赠送因各一匹面包甲一包薰草。OK，
对岛佐马斗托巴西巴甲亲自前来出席，但是萨加巴勒因为真老无法度来，所以派伊后生来。虽然如此，这两人也是互因煞念，并且因为因路程遥远，阁赠送因一匹面布甲一包薰草。对阿伯安巴里斯，阿伯安巴里斯，我嘛毋知这啥物所在。巴兰高达前来出席刷林，也互伊一匹面布甲一包薰草。对乌牛兰，叫做奥本塔朗兰干，不是，这是，我所说，乌牛兰是叫做奥本奥兰。迄乌牛兰，这是介出名啦，即嘛阁定定听着，我看嘛，这是啥物所在呢？南投哟，我记得是南投呢。对，巴仔语叫做敖兰吼，所以就是爱兰嘛，就是叫玻璃爱兰盆地吼。爱尔兰吼，是台湾南投县玻璃镇的一个传统地形名称，是伫个玻璃盆地爱尔兰大地南部，就是伊今仔日的行政区范围，大约是包括着铁山里、无涵、西平甲东北平、爱尔兰里、南川里、东北部边界地区，即乌牛兰吼。有标为的地名叫做乌牛兰吼，即伊基笔考袂歹，即马拢标为拢有飘出来吼。南投啦吼，我看觅啊，铁山里好，我来查一下地图看一下。南投玻璃啦吼，是乌牛兰就是伫玻璃啦。讲南投无介准啦，应该是讲叫玻璃。好，好来继续吼，这个咧岛无两岸吼。对阿曼达隆那干吼，岛无两岸，往那记咧无来，但是送管汤来，伊的因地就是因地啥物意思啊？叫做往那帕加拉和塔波斯欧比尔两人前来出席，全部互因刷林，并且赠送因各一片面布甲一包薰草。而且因地吼，婚姻的姻啊吼，小弟的弟吼，可能是大细线那是安怎？无对啦，继续。对普阿里吼，无人来；对马布萨吼，铁道巴米斯因为破病无来，但是塔高拉多拉无有来出席，两人拢互伊刷林，并且赠送塔高拉多拉。2匹面布甲2包薰草，对大都南社又称作加马杰马洛伊前来出席，但是第 logo 无来，却派别人来替伊炸迄支罐汤来，因此将迄支罐汤收回，等伊家己来摕。但是毋来，就要解除伊指挥官的长老的职位。加伊那节马来，互伊继续互伊刷林，并且赠送伊一包薰草。伫大都中社，铁达巴拉无来，但是土基巴节退来，所以就将罐汤交互伊，赠送伊一包薰草。伫大都北社，他别达饲家己来，互伊刷林，并赠送伊一包薰草。
对水里社水里啦吼，水里应该就是即嘛南投水里吼。摕倒倒家己来，互伊刷啉，并种送伊一片面包甲一包薰草。对沙拉应该是嘛台中沙拉吼，他到了，遮远呢，沙拉啊行到安平去吼。他家啦把米家己来，互伊刷啉，并且种送伊一片面包甲一包薰草。对五妈就是即马个清水啦吼，牛嘛吼。清水即嘛国道3号遐有一个服务区嘛吼，大家知吼。五妈，所以沙拉五妈，我看下地图，五妈沙拉哦，已经要到新店啊。后人通宵万里，过来是大甲、五车、灵井。我记得沙拉是伫遮，五车哦，沙拉对，五妈伫倒位咧？即嘛五妈国道3号五妈有一个服务区，伫倒位咧？清水。清水服务区，看到，遮吼，清水服务区是伫所以是拄则安尼读吼，万里大甲吼大甲，我来看无，沙外埔五车沙拉，好。大甲个大甲溪就是南，就是清水啦，安尼讲就是啊，所以就是大甲清水，过来就是沙拉五车沙拉较活山，五车是活海啦嘛，沙拉毋是活山啦，这要安怎讲？较对啦，较则东边啦好，清水沙拉遮好，就是五妈吼。对五妈，头巴卡莫是真来出色，但是加马哈波利克去沙拉结婚，要踮遐住，放弃迄支悬汤，因此老酋长塔罗加早迄支悬汤真来出色，所以将即支悬汤交予伊。头巴卡莫斯互伊刷啉，并且赠送伊两人各一片面包甲一包薰草。对 Terragoros 铁多巴吉无来，但有别人替伊来出色。虽然如此，也是互伊刷啉，并且赠送一包薰草，互替伊前来即个人。对西里恩索朗。卡洛家己无来，但是因后生来，问伊为虾米旧年因无人来出席即个电话机，伊回答讲，因为老爸破病，又搁讲其他的西里的人毋敢来。根据因家己讲，因看到伫个电话机的会场有遮尔侪武装荷兰人，因真惊，所以就命令伊爱鼓舞因前来出席电话机，因为迄寡武装的荷兰人都如因所看到，拢干那做好代志，袂做歹代志。甲老互伊刷啉，并且赠送伊一片面包甲2包薰草。对下日3西里恩的村社拢无人来出席。西里恩大佬又去称做塔基戈阿斯、西里恩塔加莫的萨和西里恩苏巴伦，即寡代志拢办煞了后，还阁长老宣布
迄个事项，即寡事项也拢真有特殊来宣布了。所宣布的事项如下，所以咱甲即个事项换几条？10外条，19条，19条线，敢若阁有一张批还是啥吼？好，来，咱先甲即19条念好了。好，19条事项因宣布吼，第一条，因现在又搁处伫悬糖1年，但是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对伫明年度的地方会议呢，将悬糖交出来归行。虽然讲伫即个地方会议呢，咱退换的人无多，同时也爱渐渐搁较明白阮的爱明白讲阮的做代志的即个风格就是安尼，阮作风就是安尼吼。第二，因除了当兵或者是其他重大事故以外，不得以任何事由无来出席地方会议，必须要逐年亲自来出席地方会议。但是无可能前来出席的时阵呢，就是无法度来的时阵，就必须要将因的悬糖交互因的朋友或者是仆人送来。悬糖你若记得，最近在参加悬糖就是权杖吼，悬糖吼。这是阮查理电书店查出来的音啦吼，悬糖，并且来说明并且证实讲因袂当来的理由吼，就是恁若无来，你也甲悬糖交你朋友仆人送过来，甲即个理由吼来讲出来。第三条，因无论任何理由，拢不得将悬糖转交或者是出借互别人，也无论如何，拢不准将悬糖交互任何人，也不准将暂时互别人伫咧家己的村舍里，或者是任何其他的所在，或者是要前来处队，或者其他所在的即个途中，摕悬糖代表伫即个点风神吼炫耀吼。因每一个人拢必须要亲自使用悬糖，而且爱谨慎保管，袂使被偷摕，袂当拍假漏，袂当遗失啦吼。安尼做主要是毋是讲惊丧失迄支悬糖的即个价值，是为着莫互迄支悬糖所代表的迄个权势遭受到损害。迄种权势是要由阮单来颁授互因吼。第四条，如果村社甲村社中间，或者是个人甲个人中间发生意见纠纷，因必须要甲代志甲阮讲，就是阮派驻当地的荷兰人讲，或者是亲自来处队甲阮讲，因绝对不允准家己开始相拍相战吼，爱甲问题交阮来处理。但是如果因遭遇着敌人突袭吼，敌人攻击，无论伫咧厝内或者是伫咧产业。伫即种情况之下，因会当抵抗，并且会当将即种惹事的吼，甲因杀死。第五条，为着要尽可能来维持社会整体安宁甲和平，各村社居民大家拢爱伫咧家己的土地拍蜡，不得去别人村社的土地上去拍蜡。不过，比阮已经公布，或者是以后会公布的即个公共蜡场是除外吼。第六条，任何人无论是几个家庭或者是规村的人，拢不得随意搬厝，袂使凊彩搬山所在就对了哈。但是爱先请示阮或者是阮派驻当地的人，如果阮认为讲对因有利益或者是有需要，才会允准因搬厝。不过要对山区搬来平地徛起，都毋免申请任何的许可吼。做你搬来就对了哈，因为较好管嘛，山区管袂着嘛哈。第七条，若是有其他人无佩戴银牌，或者是摕有阮的许可证，就进入因的村庄、因的村社，因通知阮派驻当地的荷兰人了后，就会当自由甲迄寡其他人甲伊掠起来哈。然后需要就爱甲即寡其他人带来即个城堡，到时阵将因厝的得到阮会送因弥补。第八条，有感伫咧即个岛上的其他人无解可靠吼，因此呢，各村社的长老爱命令因的村社居民，尽量来徛阮即边啦吼，并且尽可能吼，尽量莫含其他人来往，以免讲一般人被即寡其他人的邪恶作为所诱惑。后来，即当阵我著爱读互各位听，以免一般人被即寡
中国人的邪恶作为，我即当爱尊称因中国人，以免一般人被即寡中国人的邪恶作为所诱惑而丧失因的土地或者是金钱，就好亲像最近表现出来因所企图背叛的恶行安尼。迄一道的讲，应该这应该是你讲迄个各法义的哈，我咧摇啦哈，迄应该是哈，伊讲迄一道的攻击，望上帝保庇，加在被阮的武器拍败，而且咧，阮乐意保护每一个人来对付其他人的暴力，吼，来对付中国人的暴力，吼，即当中我着甲尊称一下吼。第5条。我才看着注卡啦吼，拄则讲其他人爱炸银牌吼，这银牌讲第4个注卡是讲是当时表示白社的白商的身份标志吼，所以有炸银牌表示是白商嘛，所以伊当去。第5条就是指佛罗摩萨的希那农夫伫各法伊的即个煽动之下，伫1652年9月7号到19号的暴动，迄时有真侪佛罗摩萨人以 VOC 的名义。来参与订报，就是佛罗摩萨人，就是当然是指即个即嘛平埔原住民吼，因是以荷兰当印度公司的即个盟友盟友参与订报吼，所以即个平埔族含迄当阵汉人其实元首嘛介重好，继续。转来历史遮，因此呢，如果需要而且被调换的时阵，所有归顺阮的国村社的人，拢一定爱随时准备互好势，听从阮的命令，和荷兰人并肩作战吼。抵抗迄寡敌对的希腊人，即寡希腊人有可能随时做出即种恶行。迄时，因会将因为和荷兰人并肩作战吼，我直接读啊，并肩作战，而血证弥补吼。因为安尼，我会送你弥补，就像因所看到，即个邻军村社的人做军丰丰富富吼，来得到弥补安尼吼。但是，伫咧接到阮的命令以前，任何人拢不准家己擅自鲁莽大胆去攻打其他人，或者是去对因有任何骚扰行为，因为因伫阮的辖区内，只要按照规矩行事，因拢会当自由无忧无虑来徛起无声。第9条，为着要互治安会当维持良好状况，阮决议4年后要当个各主要村社4年后是当时会伫诶无啊？1656年4年后1660年后有啦，伫诶。阮决议4年后要伫各主要村社拢派驻牧师甲政务员，因此每一个人你看牧师每一个村社拢每一个庄头拢有啊吼。拢以后啦，4年后拢要派牧师甲政务员，因此每一个人拢爱奉命爱恭敬尊敬即寡牧师甲政务员，也爱尊重因伫职务上的作为，而且对着即寡牧师和政务员奉阮的命令进行所推行促进社会繁荣以及改善治安的工作，因拢必须爱毫无异议吼。就是袂当有反对的吼，绝对服从遵办。第10条，啉者水。也对迄寡已经设立学校，并且学习基督教教义的村社的长老讲。因必须爱规规矩矩来尊敬并且顺服迄寡牧师、探访传道和学校教师的神职，而且不但因家己爱热心上教堂，也爱劝勉因即个囡仔甲少年人爱热心上教堂，因为教会人以前如此来祷讲，因拢频繁去教堂了吼。现在也搁咧斗吼，
因此呢，设立了罚款的办法。即款罚款以前拢是用来建造教堂甲学校，但是2年前就分开使用，就是罚款的2/3交予村社的长老、副手甲教师，由一个做学校教师的荷兰人收集一部分的款项。另外的2/3交予牧师，伫咧适当时机用来分发予上骨力的学生，以及伫咧建造新的教堂、学校和校舍的时阵，用来支付甲补偿竹啊、椰子、山啊、树等等的费用。吼，伫咧停保场馆，并且核准了后，互当地居民。吼。就是即寡补偿的竹啊、椰子树、山啊、树等等的费用会伫咧允准了会纳互即个当地的居民补偿的居民，因会当清楚看到讲设立学校完全是为着因的好处，要互因和因的囡仔拢得被教导成做亲近基督德行、亲近真神的人吼，真正上帝啦，真神啦吼。第11条，严厉告诫所有的长老，严厉甲警告啦吼，所有的长老，啉酒拢一定爱自我克制，不可我这字个不晓念嘛吼，误酒啊吼，不可误酒，不可酗酒吼。爱互少年人做良好的榜样，吼，就是爱做好模样，互少年人看。因为阮的居民住伫咧村社，荷兰人对此普遍拢真有反感，甚至道讲因有一寡人酗酒厉害到根本就像精神无像人啊吼！哇，这所以北部原住民我那爱啉酒呢哈，而且呢。酗酒呢，又搁会相拍，会搁杀人吼，搁或者是掠出其他财物。因若要好好啊，因爱好好啊想啦吼。若是因无爱戒除即种不良行为，安尼阮就要严厉来处罚咯吼。这北部原住民我那是爱啉酒呢哈，真恐怖吼。12，也鼓励大家，特别鼓励几个人爱尽力去引带也未甲阮缀好的其他人士来含阮。派驻当地的荷兰人见面，或者是同齐来参加地方会议，或者是带来即个就来领城堡，会当因保证讲阮的善待因，就像即种情形，因已经看到几若摆安尼吼，而且来含阮联合结盟，对此事表现热心的人，毋但会受到尊敬，还佫会享受到公司合理的赠品吼。第13条，这是一个自由的地方会议，因此任何人拢会当坦然无所惊吓来出席，来观看开会情形，也会当无受阻挡来离开，甚至对也未缀好的村社来的，甚至是对敌对的村社来的啦吼，也拢共款如此对待。因为这种地方会议的召开，就是为了大家的好处，要来阻止恶人做歹事，要来维持和平，要来解决分歧纠纷，因此大家拢会当来出席，而且如顶头已经讲过，会当无受到阻挡来离开。伫开会期间也袂遭有任何为难的代志。14条，伫这附近的村社居民袂使放因来到凊彩行走吼，行踏吼，必须要用狗链仔绑起来，互即个小轮吼、小山轮骹的农夫，迄个悬地上以及附近的精生袂去互狗咬伤，而且以后你放好烧因的腊肠的时阵，爱真小心细腻，以免去伤害着其他人的即个猪啊，甲其他的农作物，就像以前捌发生过的安尼。第15条，甲各村社所有长老讲，特别命令。警戒其中几个人讲，因必须要随时记条咧，一定要每一次拢将公司的书信、包裹、箱仔、篮啊等等的物件，确实对一个村社送到另外一个村社，并且要正确来交接，不得互迄内面的物件或者是物件来欠课得课，就是袂当加捞去啦吼，而且。
阮荷兰人为公司的工作4过日来往，若是拄到即种情形，必须要协助因同行，不得有任何毋情愿的表现。若是被阮发现有即种情形，阮将会甲因当作是陪伴邪恶的部下，来甲伊严厉处罚。第16条，因所有的人拢必须用心记牢顶头各项顶头所讲的各项，无论是关系到全体或者是个别的项目，拢必须要甲记录条。若是因以后袂记哩，会当去问阮派驻当地的政务员，因为因对上述各项内容拢知影甲真清楚。17条，煞来问因讲是毋是愿意在此阮来答应讲因将会尽力遵行上述各项要求，同时将以负责的部属来自居，就是家己看做是真负责的部属，永远来顺服尊贵的荷兰联合党印度公司，承认这个公司做因的最高主人，并且对这个公司表现因最真诚的忠诚甲顺服。18条，末了，甲出席的人讲，若是有任何诉愿或者是纠纷，无论是村社对村社、个人对个人，现在拢会当提出来，阮会将所有的问题公正处理到问题双方拢感到满意。第19条，最后甲出席的人讲，因为今仔日即个电话会议要讲的事项已经讲煞，所以阮允准因和其他人离开，转去家己的住的所在。伫离开以前，请因先好好食啉一顿和阮同齐劳力快乐。因全体人拢承诺，就是答应会遵行即寡事项，诚心诚意要尽力去推行。所以，阮就用食软、饮料、薰草和其他物件，丰丰富富、真情款待因，互因欢喜快乐。甲因过世了后，因大部分人伫暗头就离开，转去厝内一路行转去台中一路行转去清水。上述电会议结束了后无偌久，是那人翻译员何斌甲生理人空瓜啦炸一张批对台湾来 provincia 交互阮，是四神 Peter Degoye 和 Jacob Kaiser 对广州寄来，是由去年10月18号炸来互阮的批，去互这两位四神的上述何斌的迄个仆人对广州炸转来即张批阮伫遮来拍开了后，看到是四期去年12月4号，即嘛是3个嘛这三个月前写的批，内容大要如下，所以下对下面即张是即张批的内容，但是诚长这要读了可能要读要10外分20分走袂去，所以咱明仔载再搁继续来读拄则讲虽然讲是感恩节但是应该是我还会当继续读，所以明仔载欢迎各位早起再搁来听咱读即个咱遐写日记，感谢各位看卖有啥物乌牛咱大好法好，即个汤汤拄仔灌汤，就是咱伫台湾用上做应该是迄个下汤孝藏就是这是装饰的时阵。较早捌过十个，然后总是是最好生的披麻戴孝拢披麻戴孝，大概是安怎讲？麻即个麻大下啦，手会拿迄一支棍顶头完有包一个迄个麻布安尼麻，迄支倒的棍叫做迄支就是下汤下汤孝汤呢，是孝汤下汤变调尾变袂过来，孝藏好，感谢天雄兄帮咱分享，感谢各位，咱今日大家。多谢阿端，多谢天雄，多谢大家。